一見到呢一個國際酒店一般嘅豪華大門口，就知道呢一個係新會最豪嘅樓盤——銀海盛匯天際。一齊入去睇下新會最大嘅會所同埋全新加推嘅 4.0 產品到底係點樣嘅？銀海集團為一級國有企業，而盛匯天際就位於樞紐新城嘅核心位置，周邊就有梅江生態園、啟超公園、體育公園，而教育配套等等嘅話，新會嘅文華小學、華僑實驗中學都係喺周邊。生活嘅話就更加方便啦，去萬達、大融城、大潤發嘅話都係幾分鐘嘅車程，真係好方便啦。睇下呢一個由知名團隊打造嘅深居園林大景，由門口行入嚟呢條藝術走廊，一步一景，每一步都充滿住詩意。整個樓盤有接近5000方嘅車隱會所，其中嘅話就包含咗呢一個新會唯一嘅室內恆溫游泳池。你睇下呢一個游泳池夠唔夠高大上啊？還有新會首個室內高爾夫球練習場。而呢一度就係我哋愛酒人士嘅天堂，咁讓你嘅靚酒就唔需要放喺屋企啦，放喺呢一度，有朋友嚟嘅話就可以喺度品紅酒、食雪茄啦。唔使驚搞亂你哋屋企，樓下就有呢個兒童區，隨便砌可以開發佢哋嘅思維啦。還有健身房，女士最中意嘅瑜伽室、拳擊室、影音室，仲有咁大嘅私宴廳，可以全方位咁滿足到你哋嘅休閒、健身、社交等需求。上嚟睇下啦，單梯獨戶嘅設計就係呢一個入戶前廳呢個空間已經係夠大噶啦。呢一度可以放你嘅嬰兒車啦、小朋友嘅電單車啦，而呢一度咧亦都可以做到一個大嘅鞋櫃。反正呢一個空間都係自己任意設計嘅，指紋鎖同埋裝甲門都已經配備好晒啦。呢個咧就165方4房嘅戶型，超6米嘅客廳同埋飯廳空間。呢一邊嘅話咧，可以做到一個超大嘅餐邊櫃，放你哋嘅靚酒啦。咁而飯廳嘅話，你睇下佢現在已經放住一張8人嘅大圓台，其實咧都係顯得空間仲好充足嘅，10個人嘅大圓台都係冇問題嘅。而廚房個空間咧，我覺得喺豪宅嚟講嘅話，165方其實真係算比較舒服。呢一度仲有一個窗可以打開佢，通風對流，亦得光線好好。如果唔想打開廚房嘅話，唔緊要，呢一邊亦都係預設咗有一個窗，你打開佢嘅話，咁你間屋就可以通風效果啦。4.0 產品當然就要睇露台啦。嗱，呢一個咧係原先就有嘅陽台嚟嘅，無論係單數層同埋雙數層嘅陽台咧都係有嘅。咁而雙數層嘅露台咧就喺陽台出去，單數層嘅話咧就喺廚房隔離嗰度出去。咁其實露台空間，我覺得雙數層嚟講咧都還算可以。但我比較中意佢依家設計咧，佢嘅私隱性係做到好高嘅。你可以睇到隔離咧係唔會有對面嘅陽台啦。咁而呢一邊上邊嘅屋咧亦都係封平咗嘅。所以嘅話，咁樣你呢一個空間咧就完全屬於你自己嘅私人空間啦。咁165方嚟講，4間房咧，其中有3間房嘅面積咧係好平均嘅，都可以放到1.5米床做埋衣櫃。咁而主人房咧就係最驚豔嘅。首先一入嚟嘅話，你見到樣板房呢一度已經可以做咗一排嘅衣櫃啦。呢一度嘅話亦都有窗嘅。咁樣板房亦都示範咗俾你睇，呢度可以做成呢一個女主人嘅梳妝台啦，對住呢一個天然房化妝啦。咁其實呢個房間嘅空間係好大嘅。雖然我唔係好理解點解呢一度會放酒啊，但係其實呢一個設計係 OK 嘅，你可以攞嚟放你嘅包包啊嘛。同埋你臥室嘅空間咧，2米床係冇問題嘅，光線亦都十分充足。咁而過嚟呢一邊嘅話咧，嗱呢一度亦都可以做到一個好大嘅衣帽間空間。咁你男主人嘅衫同埋女主人嘅衫咧，亦都可以獨立分開放，都係喺晒主人房。咁而呢度就係衛生間啦。衛生間嘅空間咧，其實都還算可以，但係如果你要設計做浴缸嘅話咧，可能就會有啲勉強。其實佢呢個重心係好深嘅。總體嚟講嘅話咧，空間都還係可以嘅。小姨管家，我在。嗱，雖然係無坯交付啊，但係智能系統咧都係有埋俾你嘅。咁呢一隻就138方，其實佢就等於165方嘅縮細版，因為你可以見到，無論佢對流效果啦、飯廳啦、廚房啦，同埋呢一個入戶前廳嘅空間咧，都係縮細咗嘅。仲有呢一個客廳嘅空間咧，亦都會冇165方咁大氣，陽台亦都係會短少少嘅。咁如果你話你想要住落嚟要高端大氣嘅話咧，我比較推薦165方。但係如果你要性價比嘅話咧，同埋你細細地係可以入住嘅話咧，咁我覺得138方呢個戶型咧都係相當之唔錯嘅。
同樣都係4個房間啦，咁138方咧，房間會縮細咗少少，而最大嘅差別嘅話咧，就係呢個主人房個空間。你睇下嗱，呢個主人房嘅話喺138方嚟講咧，只能講係經濟實用，亦都係比較 OK 嘅。咁至於點選擇嘅話，都係嗰句啦，睇你哋自己啦。現日在售嘅一共有4棟樓，分別有138方、165方、233方同埋278方。每一隻產品咧，佢都可以做到單梯單戶呢一個效果嘅。咁如果大家對呢個樓盤有興趣，想知道詳細資料嘅話，亦都可以喺我評論區入邊打銀海，或者點擊下邊嘅小風車，我將所有資料發晒俾你哋。關師師帶你了解更多房產思維。